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九龍豪宅嘅 Henry，今次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咧，就位於廣播道嘅嘉皇台啦。咁佢實用面積咧就有1039尺啦，3房一套單位，而且有靚裝修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依家睇下。嘉皇台接近24年嘅樓齡，但係見到外牆嘅裝修仲保養得好好。首先入到門口嘅右手邊啦，就已經係工人房啦。咁工人房就配備工人廁嘅。然後我哋再直行去到下一間房就係廚房啦。廚房係一個長方形，而且配備咗明火煮食，而且窗口望出去北邊呢，就見到獅子山啦已經。之後我哋再參觀下客飯廳先。客飯廳除咗望到一個靚裝修之外呢，咁都係一種傳統長方形，容易擺放家私嘅間隔嚟嘅。然後我哋再走過去露台嘅位置啦。咁露台嘅景觀咧就非常開揚喎，望向九龍塘嘅樓景啦，而且呢度係向南邊望到日落景觀喎。呢一種歐式嘅低調風格啦，咁其實都比較符合一啲嘅大眾審美嘅。然後我哋再去參觀下客廳嘅洗手間先，浴室就係一個企缸嘅設計喎。即使係客廳嘅洗手間啦，咁都唔會俾人有一個嘅壓迫感喎。咁喺我影緊嘅呢一條走廊啦，就連接住3房一套嘅睡房，而且間隔就好分明。咁呢一間就係第一間睡房啦，咁同樣都係望向露台嘅景觀喎，同樣都係見到日落景觀。然後我哋再過去對面嘅睡房，咁我身處嘅呢一間睡房啦，就望向北邊，而且咧經過窗口位置係可以見到獅子山嘅。咁呢度都做一個收納嘅空間，擺放衣物咧就非常方便啦。經過走廊嘅最後邊就係主人房啦。咁主人房嘅空間感非常足夠啦，咁好足夠放一張雙人床嘅。然後見到個 L 字形嘅窗口，望到一個好開揚嘅樓景都係。最後我哋就參觀主人房嘅套廁啦。咁主人房嘅套廁配備一個浴缸啦，同埋有對流窗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聯絡我69077297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